伫礼拜开始之前，咱先检查咱的手机啊，到关起来吼。若无来关起来，也是来转做震动吼。咱伫礼拜开始之前，咱同心来做准备心的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伫过去的日子中间，你保守看顾阮。想使阮十足的平安，互阮无论伫顺境也是逆境，拢有主教阮三甲地地，想使阮到遐的快乐，互阮面对头前的路站充满信心。是阮的主啊，阮因为安尼，阮怀着感谢的心，搁一遍来到你的圣殿。就是伫你的受恩宝座前，要甲你亲近。主，阮心中充满感谢，因为阮原本底是充满罪恶的人，但总是因为你的怜悯，透过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互阮的罪。有机会透过阮的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洗清去。所以，阮才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你的受恩宝座前，甲你亲近。是阮的主啊，阮恳求你，用你的圣神带领阮，保守阮。阮会当每一别礼拜中间，甲你有圣洁的沟通，明白你的心意，来照你的心意去行，互阮的生命充满活泼的快乐，会当延长你的生命。今仔日，阮也特别为着服侍这当工。献上阮的祈祷，恳求主你保守看顾一切，无论阮献诗、诗会、诗琴、传讲信息，或者是协助设礼典，所有的同工拢得到你圣神的带领甲充满，阮所做合你的心意。是阮的主啊，阮特别感谢你。你设立少年教会，互阮伫教会生活中间会当丰富阮的生命。阮伫这2礼拜透过选举竞选你所要竞选的人，阮恳求主你甲所选出的20个长老、28个执事、3甲地地。带领这个新的团队，互因充满主所赏赐的能力，透过因的文字来延长你的生命。恳求主继续带领少年教会，互少年教会真真正正做一个会当高举主耶稣基督，会当延长主的性命。甲祝福别人的教会，是阮的主啊！我也特别将阮所徛起的这个阮所心爱的乡土，仰望伫主的圣手，求主亲自带领、保守、看顾，互阮伫这个土地顶面，会当自由追求家己的梦想，安居乐业。可另外，也会当。伫遮自由敬拜上帝，阮恳求你兴起台湾的正教会，互阮拢会当接受你所交代阮的使命，报传福音，互阮的同胞更较明白你，来接受这个巨大的福分。阮将这个拢仰望伫主的圣手，求主亲自带领、保守、看顾，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这项，互我一世人伫上帝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荣光，追求伊的指示。兄弟姊妹平安。咱要做伙用圣诗来学乐咱的上帝。圣诗第141首：耶稣做咱牧者，耶稣做咱牧者，请起立来吟全首。
请咱游玩徛咧，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谢谢。咱同心压头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阮感谢你，因为你极大的恩典，互阮伫你的内面，通得到满满的饱足甲平安。阮满心感谢你，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也是掌管阮生命的主宰。你的慈爱长阔关深，你的信息也要到万世代。你是阮的主，阮的上帝，阮要全心信靠你，一世人跟对你，直到世界的落尾。慈悲满满的上帝，求你怜悯阮的软弱甲受限制，因为阮罪恶的本性，时常袂记你的教示，离开你的路。放纵家己，用血气来行事，毋若得罪你，也亏欠人。但愿内心见笑甲忧伤，谦卑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恳求上帝施恩，赦免阮的过犯，引带阮悔改、回转来归向你，重新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上。感谢上帝带领甲引带。互阮伫前2礼拜的临时和会中，顺利来选出作业的中职。上帝，你亲自兴起合你心意的人，来帮助教会推动事工。望新的团队也会当甲所有的会友彼此扶持，同心祈祷，互双年教会行出一个真正是疼上帝、疼人的教会。是一个用宣教牧养做导向的教会。恳求上帝纪念每一位新的长职，愿意军队的心，因的付出，甲因的辛劳，加添因对你来的聪明、智慧甲气力，互因伫事工的服侍中间，也会当兼顾家庭甲因的工作事业。阮知安尼祈祷无够额，阮要用上帝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齐声来祈祷。咱要来交托启示文，启示文第4篇65篇，也就是启示文15篇，请掀开圣诗后面23页，圣诗后面23页，我来启，请兄弟来引。上帝啊，伫锡安有人咧学老咧听候你。
听人祈祷的主啊，罪恶较赢我。你所拣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的院内的。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拢欢喜。上帝的河，伊的水满满。你管啊田园，互满伊的狗，收平伊的灵。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免流。你伫旷野的草坡，草坡用羊群做衫来穿，山谷用五谷做满来砍。今早起圣歌队带来学老的诗，你真伟大，你真伟大，带咱来敬拜上帝。
愿俄勒的死成做咱的祈祷，献予咱的上帝。咱做伙来读圣经，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箴言23篇19节，以及新约约翰福音书第10章第1节到第5节。箴言23篇19节，我的囝着听，着有智慧，互你的心正直的路。约翰福音书第10章第1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要入去羊巢，无对门入，对别个所在搬过去的，是贼是强盗；对门入去的，才是羊的牧者。第3节，过门的甲牧者开门，羊会认捌牧者的声，伊甲家己的羊一只一只叫名，带因出来。伊带家己的羊出来了后，行伫羊的头前，羊就对伊行，因为会认捌伊的声。第5节，因一定袂对千分人，颠倒会走闪，因为因毋捌千分人的声。圣经以上，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帮赞甲提醒，来启造咱的生命。现在去本堂主任牧师、蔡牧师为咱带来的信息。爱健康听的智慧第2讲，爱健康听的智慧第2讲，请咱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顶礼拜牧师有分享听的智慧的第1讲，咱有提起到，咱听别人讲话爱注心听，爱回应，等等。但是对咱所有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讲，听上帝的话，明白伊的心意更加重要。这是需要咱做真用心的操练。所以牧师今日要甲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希望大家拢会当真做听上帝的话，去照伊的话去行的人。免听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你对阮讲有耳通听的就应当听。所以阮恳求主，你即时清起阮的心肝。清起阮的耳孔，清起阮的目睭，互阮会当听见，互阮会当看见你要互阮的指示，互阮也有信心，照安尼去行，来得到祝福，来荣光你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对圣经中间，咱会当发现。伫历史上，无论伫倒一个时刻，上帝拢对伊的百姓讲话。咱对圣经的第一本创世纪开始，伫爱甸乐园的时阵，迄个时阵人甲上帝无隔离，所以上帝亲自对亚当夏娃讲话。了到族长时代。咱嘛看见着上帝通过伊的话来引出这个族长。比如讲，咱伫圣经中间，咱看见着上帝叫亚伯兰，叫亚伯兰离开伊的故乡甲亲族，到伊所指示伊的所在去。上帝嘛对伊讲，万民要因为伊来得到福气。所以上帝对因讲话，咱嘛看见着上帝对雅各讲，爱伊回去伊的故乡，引带伊去追求伊人生的目标。到摩西了后，就是律法时代。律法时代，上帝嘛一直透过无共款的方式对以色列百姓讲话。这记载实在是非常非常多。上帝对摩西讲话，对约书亚、对士师、对撒母耳、
对真侪先知讲话，爱因将上帝话传达予百姓知。伫智慧文学中间，比如讲咱今仔所读的箴言，箴言中间拢总出现41个听，即个字听。其中有真侪拢甲今仔日所讲的即段经文，讲我的囝，你着听，着存智慧，通好伫正道顶面引带你的心。所以这听就是听啥？听上帝的话嘛。听上帝的话了，咱会当行伫上帝要互咱行的正道顶面，咱的心就得到引带。所以上帝一再咧对人讲话。到新约时代，就是耶稣来了的恩典时代。这时代上帝话就更加明显，因为咱讲道家立体，道就是啥物？道就是上帝话嘛。上帝话活活变做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透过伊的讲话甲伊的行动，互咱更较明白上帝的心意，互咱听起上帝的声。然后，咱时常伫即个福音书中间一再听见着耶稣讲一句话，讲有耳通听，就应当听。这咧讲上帝话嘛。伫新约圣经中间也充满遐直接对上帝得到引带指示的故事。比如讲，上帝灵对彼得、对保罗、对使徒讲话。伫批信中间，保罗嘛一直表示讲，伊所写落来是来自上帝的启示。使徒约翰，伊嘛清楚听见上帝的启示，所以伫伊所写的启示录顶面有8遍，伊提起着讲，圣神对正教会所讲的话，既然有耳通听，就应当听。所以咱看见着伫历史历代中间，上帝一直咧对伊的百姓讲话，但是对咱来讲，上个重要的是讲，上帝敢也个咧对咱即代的人讲话，伊敢也个咧对咱指示，咱今仔日所有伊的百姓，咱应该安怎行？这答案是肯定的。上帝当然也个对咱即代的人咧讲话，伊要帮助咱得到得胜的生活。安尼上帝要安怎讲话？咱接续来看。咱首先爱知影一件代志，咱所敬拜的上帝，咱所认识的上帝，毋是一个恬恬的上帝，毋是一个无要讲话的上帝。上帝是伊爱甲伊的囝儿甲查某囝沟通的上帝。上帝要安怎讲话？当然，我绝对相信，上帝若要愿意，伊会当用咱耳孔会当听见的话对咱讲。但是大多数对上帝来引带是来自圣神伫咱的灵内底工作，有透过几种的方式。第一种就是透过咱的祈祷，咱透过祈祷中间，甲上帝的灵做沟通。耶稣捌清楚甲咱讲，圣神会成做咱的保惠师，互咱引带甲指示。咱应该伫祈祷中间求圣神内住伫咱心中的圣神，引带咱伫咱诚心的祈祷中间得到上帝的指示。这是第一项，透过祈祷。第二项，上界直接就是透过圣经，因为咱称圣经是上帝的话，是咱上会当直接听见的声音。祈祷如果若甲读圣经
配合起来，是咱听上帝的声上介好的方式。所以咱会用真严肃谨慎的态度来查考上帝的话，用意就是透过读上帝的话来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为什么咱教会的牧师会开真侪精神，录迄个每日亮光，帮助大家当伫读圣经中间更较明白上帝的话。所以这是意爱大家透过读圣经来了解上帝的话。第三项就是透过敬拜。咱上界听见上帝的话的时阵，就是敬拜的时阵。对咱教会的礼拜是用上帝的话做中心。咱礼拜占上界大的部分，就是牧师传讲上帝的信息。所以伫敬拜的时阵，咱就爱拍开咱的心，拍开咱的心。为什么咱头前伫领受上帝话进前，咱会用吟诗，会用祈祷，会用启应，请圣歌队带领咱敬拜上帝。意思就是爱咱准备好咱的心，然后牧师咧传讲上帝信息的时阵，大家心已经拍开，就真容易接受上帝的信息、上帝的话。当然，上帝也有可能透过其他的方式，譬如讲异象、异梦，还是讲其他的人、代志，还是事物，你看到的、你感受到的，来对你讲话。所以上帝透过无同款的管道、无同款的方式对咱讲话。但是也有真侪人拢会感觉讲，要真正听见上帝的话，改成真困难。其实上较大的原因，就是在伫咱本身啦，毋是上帝无要对咱讲话哦，是咱本身无准备好。所以牧师要提供三项真重要的原则，帮助大家会当听上帝的话。第一项，咱要听上帝的话，就是爱将迄个环境，听上帝的话环境来准备好势。我会记起有一遍，我伫一个餐厅咧食饭，有人拍电话给我，伊要讲真侪代志，我著因为餐厅足吵的，在伫遐食饭，伫遐交谈足吵的，我根本都听无伊咧讲啥物话，所以我著来讲，歹势，你咧讲啥我拢听无，你敢袂当5分钟了较拍互我，所以我电话来切掉。就去找一个较安静的所在，然后伊个拍过来，我较知影伊咧对我讲啥物话，所以迄个环境会影响咱听有也听无。咱甲上帝咧讲话，要听上帝的话，嘛爱将迄个环境准备好势，一个适当的时间，一个适当的地点，甲上帝沟通，听上帝的话。所以我拢真正鼓励大家，咱回去了后，爱伫咱的厝内底准备一个所在，咱会当来称作神圣的空间，你通用一块桌有真侪只金具伫头前，还是你通准备一寡灵修的册，一寡熟练的音乐，放伫边仔。迄个所在，就是你要甲上帝交陪的所在。你伫每一天选一个你精神上介好的时间，去到迄个所在，准备好迄个所在，准备要甲上帝沟通。比如讲，若伫教会内底有真侪所在，我感觉基督室就是一个真好的所在。咱即摆有推动这中保大道的事工，牧师嘛有参与。我伫每礼拜二的下晡3点到4点，我就入去基督室内底，
入去迄个所在，我就感觉有一个真特别的感觉。迄是一个是真安静的所在，迄是我要甲上帝沟通的一个所在。所以伫遐我就先敬拜，然后甲上帝祈祷，然后甲替别人祈祷。所以迄个准备好迄个环境，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所以牧师要鼓励大家，替家己准备即个环境。我要甲上帝交陪的所在，互咱会当专心安静听上帝声的所在。除了准备环境以外，咱真重要的是准备咱的心灵。有时有真好的环境，比如讲咱即马即个所在是真好的环境，但是有时咱的心也可能想别位。有时咱心受到其他代志的影响，可能甲人无拄好，这个时阵也搁咧想拄遮的代志，你心一旦无专心，你就无可能甲上帝有好的沟通。圣经中间有一个故事，这咱拢真熟，就是耶稣去到一个家庭拜访，其中这个大姐马大。伊为着要接待耶稣，非常无闲，为着事务性的工作。圣经中间讲伊心里忙乱，心内真无闲，阁真乱。伊的小妹玛利亚，却是静静坐伫耶稣的脚前，伫遐用较无的心听耶稣讲话。这两种拢是服侍哦，拢是服侍耶稣哦。一种是伫事务上、伫物质上要服侍耶稣；一种是伫心灵上服侍耶稣。耶稣马大就因为安尼埋怨，讲遐尼无用，为虾米我的小妹无要来帮忙我？但是耶稣讲。玛利亚得到迄个上介好的福分，这原因毋是讲事务性的代志，事务性的代志、服务的工作无重要，毋是安尼。伊是耶稣咧讲马大的问题是出伫啥？伊心内真乱，因为无闲来感觉真乱，直到伊无法度去。甲耶稣有真深的交陪，所以我过去有一个错误的看法。我认为为上帝认真工作是上介重要的。我捌甲别人分享讲我期待，别人认可我是一个真认真工作的人。我甚至我迄阵有甲阮牧师娘交代我若受主恩调了我的蒙牌顶面即摆无蒙牌啊，即摆有迄个骨灰坛顶面爱写讲，这是一个一世人真认真的人我有嘛讲对家己有这个期待啦所以我感觉我保持无闲咧工作是真重要的所以大家拢知影我真爱上班迄个你若去问教会干事应该大家拢知影我做爱上班的就是讲有时，比如讲我拜三休困但是我拜三拢加减会走来教会来看头看尾一下我大概来有时文玉就讲。你看即摆较来，我拢想讲你会再就来啊但我感觉讲无闲即件代志对我来讲是真重要的啦嘛是互家己感觉得到肯定的一种真重要的一个特质。但是后来我有去体验着，上帝可能无完全欢喜即款的方式的服侍。因为我伫一段经文中间安尼听到，
讲主要花以色列的圣者安尼讲，恁得救在伫归回安息，恁得到快乐在伫平静安稳，恁竟然唔听。就是一些人上过头无用，无用干哪？袂去去想要安息伫主耶稣，安息伫上帝的内面，对安尼来得到快乐。有快乐才会当做真实的服侍。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毋通掠做无用，就是一个认真的态度。其实效率，有人讲效率就是爱安怎，爱有力，就讲你伫归回安息了，得到快乐了，所做出来，才会当产生效果。所以，咱应该爱将迄个神圣的空间布置起来，固定的时刻，准备好咱的心灵，要甲主交陪，听主的声音。安尼自然而然，你会当感受到主要对你讲话，了解伊爱你安怎行。这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最后一项，就是咱咧听上帝话的时阵，有时咱会产生一种特别的感动。咱想要有一寡行动，但是咱佫会犹豫讲：我听到的到底敢是上帝的声？有时咱感觉讲上帝开始意爱我去做一件什么代志，但是咱无肯定。伫拄则咱所听的、所读的经文的第二段，这是耶稣所讲的一个譬如，伊咧讲牧者甲羊群的关系。咱知影，你去问迄个动物的专家伊拢会认为讲羊毋是一种真聪明的动物啦，羊的智慧无真悬，但是连迄个智慧无真悬的羊，伊都会晓分别迄个声音，分别迄个主人甲毋是主人，甲青云人中间声音会无共。主人会用特别的声音，甚至伊会将每一只伊所照顾的羊拢号名，然后叫因的名。这羊听见着主人咧叫因的名，伊就对这主人行，因为伊知对伊的主人行，伊就当去甲饲取的草埔食好的草，得到保护，得到照顾。若对毋着声，对毋着人，就可能去互贼掠去，去互骂去，去互害，去互杀，丧失家己的性命。所以羊伊会真细腻去听伊主人的声，然后对迄个声去行。咱咧敲出上帝声的过程中间，咱嘛爱做即款的准备，爱分别到底即个声敢是真正来自上帝。有时是咱家己的声，咱家己意爱安尼做，虽然讲这改成是上帝要爱我做的。有时甚至是魔鬼撒旦的声，所以常常有人会问牧师这个问题：，阮伫祈祷的过程中间，读圣经的过程中间，体验到某一寡代志，好亲像上帝咧对阮讲话，我要分别讲这到底敢是上帝的意思，还是家己的想象？所以牧师提供以下几项建议。互大家学习来分别上帝的声。第一项，爱对圣经来验证。咱来理解上帝带领的原则，是袂违背圣经的价值，是甲圣经一致的。简单讲，就是上帝的声一定袂违背上帝的话的价值，伊的声袂甲伊的话无共款。这互咱两个提醒。第一项就是讲，
咱若感受到这是上帝的声，咱才等在圣经中间去验证。如果伊甲圣经的原则符合的时阵，安尼这个声就来自上帝的声。啊，如果若违背的时阵，当然都绝对毋是上帝的声。第二项，咱毋通讲听到一个，咱感受到一个上帝的声，咱较去现圣经讲到底，敢有这个原则？吼，咱应该爱长期来研读圣经，来建立一个基本的信仰价值。安尼，当咱感受到这个声的时阵，咱就真容易了解讲这个声到底有违背圣经的原则。哦，啊，这帮助咱对圣经去验证，这个是上帝的声。第二项，如果伊是上帝的声，咱若去实行，的确充满平安。哦，上帝亲自对指示，一定会带来上深刻的平安伫你的心中，互你充满喜乐。圣经安尼讲，我听上帝所讲的话，如果咱无去行愚妄的道路，伊要将平安赏赐予伊的百姓。所以上帝的信息的确为你带来正确的指示，互你带来无比的平安。啊，而且咱有哪会分别？迄个贼心啦，吼，有时上帝话会责备咱的，咱若行毋对的时阵，上帝责备咱，安尼即个毋是无平安，吼。上帝平安是一种特别的感受，就是讲，你的感受就讲，迄是一种真安稳自在。你行了，你照即个话去行的时阵，你会感觉无任何负担，而且会感觉这是上帝真正的恩宠。所以是一种持续的状况，毋是暂时的。第三，真重要就是讲，如果咱若照安尼去行，伊会结出果子。圣经中间讲，独喜爱耶和华律法，你敢袂思想的，这人的确有福气。伊会亲像一丛树在离溪水边，照时结果子，树叶也无孤单，伊所做的拢顺利。所以最后一种验证的方式就是，如果这体验是来自上帝的话，你一旦遵行，你会离开邪恶，而且结出丰盛的果子。最后，牧师要甲大家讲，就是耶稣要安尼应允，伊讲：看，我徛伫门外拍门，然后听见我的声就开门的，我就要进入伊遐，我甲伊甲我做伙坐倒。咱等下要领受圣餐，耶稣基督要透过伊的话来帮助咱。伊要伫咱的心门外拍门，咱听见伊的声，将咱的心门拍开的，上帝灵进入咱的心肝，上帝话进入咱的心肝，咱就当得到伊的指示，行出伊爱咱行的正路。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你透过你的话来帮助阮。互阮会当更较明白你的心意，求主亲自对阮讲话，引带阮头前的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继续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215首，耶稣身躯替咱定死，耶稣身躯替咱定死，请起立来吟全首。耶稣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属伫伊的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就是坚信礼的兄弟姊妹，三甲来领受圣餐，甲主同坐道。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见那归远伊人所讲稳定的话。耶稣讲：“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恁三甲伫地。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使徒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有提饼，祝谢来擘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兄弟姊妹，当耶稣互人卖迄一暝，又提饼祝谢，虽然逐首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现在阮照圣经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伊永远的这事，主阮谦卑，恳求你找圣神来圣陪阮，也圣陪者会摆咧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稳定的帮赞，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互阮会当成长伫你的稳定中间。通用阮的生命来荣耀你的性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伸出双手，用恭敬的心来迎接这个饼，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
这个是基督身躯为着咱拍破，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用恭敬的心来迎接这个杯，这个杯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为着咱流出，为着要洗清去咱的罪。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会所设立的。今仔日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
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心来感谢。主，阮感谢你，因为对你极大的疼，阮甲你同坐倒领受圣餐。求主透过今仔日的圣餐，互阮明白，阮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亲爱主，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感纳阮，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伫当了后，用阮的性命来延光你的性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备办心来奉献，继续咱的礼拜。请起立，咱做伙来感谢，感谢天父上帝赐阮真侪你的路用，有份伫你的事工顶面，通过奉献，阮将对你来的金钱、时间、才调快乐，恭敬献献伫你的手中，求上帝悦纳。感谢祈祷，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Oh
姐，咱做伙来关心教会的事工，请掀开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本周特别事工，本主日是总会所定性别公义纪念主日，为了唤起兄姐对教会内外性别公义议题的重视甲意识的觉醒，出使性别地位有实质的平等，消除一切性别歧视，建立和谐互助的关系，共同营造性别平等的友善环境。感恩节系列活动，感恩节影片录制内容的募集，感恩节伫要到。全部委员会邀请兄弟姊妹当共同参与，伫今年的感恩节影片的录制中间，希望会当通过这个影片做伙来回顾，而且分享这个为着相连教会信仰根基付出心力的前辈、牧者甲属灵的同工的故事。若是你愿意分享，请点这个网址也是。扫这个 QR code， 影片录制的截止的日子是11月初9以前。第5页圣灵牧区的消息，爱莲扫街甲圣诞节诗歌的快闪，时间是伫12月初7，主日礼拜第3场礼拜以后，伫8孔的教室用餐了后，集合来出发。地点伫永盛公园、新兴公园、永正公园。最后，咱集合要伫2个所在。第一个所在就伫双连捷运站2号出口的广场。第二个所在伫金沙街双连菜市场入口要举行大合唱。欢迎各团客、正副会长、区长、小家长。小组长、牧区委员、诗班同工踊跃，邀请兄弟姊妹来参加，请以单位来进行传播。报名到11月23为止。继续，咱来看装备委员会的消息。儿童主日学伫本主日分班的时间举行灾害逃生疏散的演练。请家长伫礼拜结束了后，伫本来的教室来接回你的细囝。灵修工作坊，大港节期的灵修，大港节期原来意思是来临，是一个包含纪念甲听候的节期。这边的工作坊将要用大港节期4个礼拜的主题，就是希望、和平、喜乐甲疼。配合这4个灵修的主题，讲员就是潘君华牧师。时间伫11月29、12月初6、12月13、12月20。这个报名要交费用1000块，若是你专群，会当专业来退费，请罗干事来报名。另外有教社委员会的消息。本会持续关心丹尼斯洪灾受灾教会整修复建。伫10月27号上午，咱的蔡主任牧师已经前往嘉义中会，致敬本会信徒甲教会的奉献，总共有72万。嘉义中会议长戴牧师在场来见证，由新兴教会、咸水教会。东后寮教会以及大拿教会等4间教会牧师甲代议长老，因来接受致敬。这是咱请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的代祷。大家平安。我来介绍今日第一遍来甲咱做礼拜的兄弟。介绍到的人，请起立，互大家欢迎吼。再有一位林玲珍姊妹，林玲珍姐妹，好，后壁加好，欢迎，好，咱欢迎你，好，谢谢。其他到第一遍甲咱做礼拜兄弟，无介绍到。安尼请咱林珍姐妹等下
礼拜结束了，会当去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介绍甲接待，好，多谢。做伙来吟祝福的诗歌，圣诗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主赐福保护你，请起立来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庙道谢恩恭受差遣。